先开始，咱来关心立法院会伫昨昏是继续审理国会改革法案。经过14点半钟的表决大战，那边两党伫人数优势之下，二读表决通过21条的条文。即马嘛排定日是拜五的时要搁继续审。也伫立法院的外口有民间团体和民众去现场，爱那边甲国会三法退回，嘛抗议那边不受民主。昨暗立法院外口有上万人南浦的抗议。立法院会开到半暝11点45分，若抗议的民众是伫饭店的时散场。民间团体即马是化为日时的时会搁组织一届。法规院会现在宣布，在场委员人数106人。赞成59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增订第50条之一，照国民党党团、台湾民众党党团共同所提，在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立法院伫咧2日的暗时继续审查国会改革5法，经过14点半钟久的表决大战，那被靠着人数的优势，二读表决通过21条条文，加一个将名调查权刑诉。11点45，立法院长韩国瑜讲，会议到这，日时拜五结果继续审查相关法案。这样子的扩权叫做改革吗？为什么国会的改革却是让立法院的权力越来越大，却没有自我监督跟反省？根本不愿意让阳光进入国会，所以国会改革相关的法案，对于民进党来讲，就是用所有可能技术杯葛。民进党的立委每一人手提着太阳花，合唱合运的歌曲，多数天光，并无进一步发生冲突。除了调遐继续攻防，场外有差不多40个民间团体就民众伫咧立法院外口集结，抗议审查过程违背民主程序。虽然天气无啥好，落雨门啊，也毋过愈换人愈多。主办单位讲，现场内要到3万人，要求退回法案。法案的条文不止程序有问题，还有很多破坏权力分立，还有很多侵害人民权益的地方。无完成3读，不过立法院程序委员会已经把国会改革法案列做理事议会讨论的事项，继续审查国会职权修正相关法案。目前还有立法委员刑事调查权、听证权等条文，还有宪法精定表示国会罪等条文，还有等待处理。民间团体讲，理事会再招人来。记者综合报道。